生活到咁上下年紀，你就會突然之間發現一個好奇怪嘅現象。當你仲係考生嗰陣，你總係覺得時間好多，機會仲有大把，好似做咩都仲嚟得切，都喺度拼命咁加速，拼命咁向外衝。但係一旦你踏入咗55歲呢個門檻，有一日當你起身望住塊鏡，望住自己眼角嘅皺紋，就會突然之間醒覺，原來人生真正可以由自己掌握，真正屬於自己嘅時間已經剩返唔係好多啦。今日我想同各位老友記坐低氣和咁傾下一個好嚴肅，但又係每個人都避唔開嘅話題。由55歲到66歲，呢10年可以話係你人生當中最關鍵、最黃金，亦都係最兇險嘅10年。如果你將呢10年處理得好，你餘生嘅日子會過得好安穩、好清靜。但係如果你將呢10年搞到一汪粥咁，你嘅晚年恐怕就要食好多苦頭，呢個絕對唔係嚇你。你試下留意下身邊啲老人家，嗰啲晚年過得順風順水，仔女孝順、身體健康嘅，其實都係喺呢10年入面做啱咗決定，準備好咗應該準備嘅嘢。而嗰啲晚年肯良、百病纏身或者係為錢發愁嘅，往往係因為喺呢個黃金轉換期入面行錯咗路，執着咗一啲唔應該執着嘅嘢。易經入面講過，天地之道，不過就係陰陽2個字。人生其實都係一樣。50歲之前係你人生嘅陽面，你要向外走，你要開疆拓土，你要建立志業，你要養家糊口。嗰陣時陽氣正盛，點樣折騰都得。但係到咗55歲之後，就要開始進入陰面。呢個唔係負面嘅意思，而係一種內收同安養。可惜好多人唔明呢個道理。明明到咗要收網、要休息嘅時候，佢仲係喺度拼命咁向外衝，結果唔單止衝唔出名堂，反而將自己幾十年嚟積落嘅根基都動搖埋。我看過太多咁樣嘅例子，有啲人50幾歲嗰陣，身體仲好壯健，事業亦都唔錯，家庭和和美美，點知一過咗65歲，成個人就突然間垮咗。點解啊？因為佢哋喺最需要做感化嘅呢10年，不停咁做加法，結果心力交瘁，得不償失。今日我要同大家講嘅就係呢10年入面，你一定要做好嘅5個準備。呢5件事，冇一件係人哋可以代你做嘅，亦都冇一件係可以拖到以後先講嘅。如果你而家唔做，以後就真係嚟唔切啦。首先你要準備好嘅係你身體嘅新節奏。好多人到咗50幾歲，仲係用考生嗰陣嗰套方法嚟對待自己個身，呢個係最大嘅錯誤。已經最講究嘅就係順應天時，年紀就要做咩年紀嘅嘢。你個身過咗幾十年，好似一架行咗幾十萬公里嘅舊車咁，你唔可以再好似對待新車咁，一踩油門就踩到底。學識聽明你身體同你講嘅說話。考生嗰陣你可以熬夜，可以劈酒，可以隨便點樣折騰，瞓一覺就乜事都冇。但係而家唔同啦，以前瞓一覺就恢復到嘅疲勞，而家可能要休息幾日先緩得過嚟。以前唔在意嘅小毛病，而家動不動就會發作呢啲，唔係因為你身體變差咗，係你個身喺度提醒你，主公你要換個方式嚟傷下我啦。中醫講究陰陽平衡，考生嗰陣陽氣足，你好得起，但到咗你個年紀，陽氣開始收散，就要識得養。養生唔係叫你拼命去食啲咩名貴補品，亦都唔係叫你每日去跑馬拉松。真正嘅養生係規律，幾點起身，幾點食飯，幾點休息，全部都有固定落嚟。你要順住身體自然形成嘅節奏行，你個身就會舒服。你夾硬要打亂佢，佢就會同你過唔去。仲有一點好重要，最影響你健康嘅，其實唔係你食乜或者做咩運動，而係你嘅情緒。中醫話腦傷肝，氣傷心，
思傷脾憂傷，肺孔傷震。你每動一次大氣，你嘅五臟六腑就受一次傷。後生嗰陣發完脾氣，就算而家發一次火血壓升上去，心臟負荷加重，可能要好耐先平復到。所以55歲後，第一件事要養嘅係你嗰粒心，形神合一，心安身自安。真正嘅長壽老人，佢哋都有一個共同特點，就係生活極度規律，心境極度平和。佢哋唔係唔喐，係動得有法都唔會夾硬嚟。講完身體，第二個要穩住嘅係你嘅經濟基礎。講到錢，可能好多人會覺得俗氣，但我想同各位講，人到咗晚年冇經濟基礎，嗰種痛苦係好現實、好直接嘅。呢個唔係叫你貪財，而係你要有能力照顧好自己，唔使去麻煩人，甚至唔使成為仔女嘅負擔。儒家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，修身遠遠係排第一位。但係你想修身，首先要有一個安穩嘅環境。你每日都有為咗下餐飯，為咗醫藥費而煩惱，呢個心點樣整得落嚟？55歲到65歲呢10年係你重新整理財務嘅最後機會。過咗呢段時間，收入來源基本上已經定咗型，好難再有大嘅突破。所以你要學識做財務緊法。易經入面有一卦叫損卦，意思就係要學識減少，學識捨棄。喺財務上，你要選掉嗰啲過度嘅消耗，嗰啲唔必要嘅投資，唔好再去搞啲咩高風險嘅項目，唔好聽人講兩句就將棺材本拎晒出嚟。搏到咗呢個年紀，賺錢已經唔係最重要，保住錢先係最重要。你要清清楚楚知道自己每個月有幾多收入，需要幾多開支，有幾多儲蓄可以應付突發狀況。你要學識節能，呢種節能唔係孤寒，而係一種智慧，知道乜嘢係必要，乜嘢係虛榮。好多老人家晚年覺得辛苦，唔係因為佢哋後生嗰陣賺唔到錢，而係因為佢哋唔識得守。有啲人中意補貼仔女，呢個係人之常情。但係如果你幫到連自己都冇晒退路，咁就唔係幫人，而係害咗自己。最好仔女都會覺得壓力大。孟子話：老唔老，以求人之老；幼唔幼，以求人之幼。係你要先照顧好自己，將錢留一啲喺自己身邊。呢個唔係自私，係對生命負責任。錢到咗晚年，意義唔喺於多寡，喺於夠唔夠。你生活得有尊嚴。跟住落嚟，第3個準備係你嘅人際關係，呢度更加要做減法。人活喺世上離唔開人情世故，但係去到55歲，應該要睇透真正重要嘅關係其實唔多。以前你覺得識多人好辦事，周圍去應酬，邊個都話係朋友，但係到咗呢個年紀，你會發現大部分嘅關係其實都係表面嘅。孔子話：益者三友，損者三友。你要學識草選，將嗰啲真心對你好志同道合嘅老友留低，將嗰啲只係想利用你或者係消耗你能量嘅所謂朋友慢慢放手。已經講損益，有時減少社交，反而係對生命嘅一種增益。再勉強自己去參加一啲冇意義嘅飯局，唔使再為咗面子去維持一啲令你覺得好攰嘅關係。舒服就去，唔舒服就唔去，想見就見，唔想見就由得佢。呢個唔係冷漠，而係清醒。你要將你有限嘅精力同時間留俾你最親嘅屋企人。好多人外面處理得好好，偏偏對屋企人最差，個係本末倒置。屋企人先係你嘅根，係你最後嘅避風港。照顧好另一半，同仔女保持一個適當而又和硬嘅距離，先係你晚年幸福嘅保障。君子之交淡如水，真正好嘅關係唔係每日黏埋一齊，而係彼此心入面有對方，得閒飲杯茶傾下偈，咁就夠啦。第4個準備係情緒管理。我再三強調，中醫話百病有氣生，呢個氣就係情緒。
你個心唔平，你個身就一定會出事。人到晚年最怕嘅唔係病，而係氣。你要學識慷慨同放下。咩叫慷慨？就係你要明白呢個世界好多嘢你係管唔到嘅，亦都唔需要你管仔女，有仔女嘅福氣，而有佢哋嘅磨難。你放手俾佢哋自己行，佢哋先會長大。人哋講咩說話，做咩嘢令你唔中意，你都要學識一笑置之。以前你可能去爭個對錯，想個明白，但而家你要知道，真贏咗要點，輸咗個心情，甚至輸咗個健康，真係一啲都唔划算。莊子話：知人冇己，神人冇功，聖人冇名。到咗呢個年紀，你要學識冇己，唔好將自己睇得太重，你將自己睇輕啲。呢個世界好多嘢就傷害唔到你。我有個朋友，後生嗰陣脾氣好大，咩都要管結果，搞到身邊啲人好驚佢，佢自己又百病纏身。後來佢大病一場，突然間諗通咗，呢個世界冇咗邊個都係一樣咁轉。仔女冇咗佢嘅囉嗦，反而過得種自在。佢開始收心，學識唔再生氣，結果身體反而慢慢好翻晒。所以55歲後，你要訓練自己有一粒平常心，好嘢嚟到唔好太過興奮，衰嘢嚟到亦都唔好太過，難過一切順其自然，保持一個平衡嘅狀態，呢個就係最頂級嘅養生。最後一個準備係要學識收回你嘅人情。人喺江湖總係欠落唔少人情債，亦都借出咗好多人情，但係到咗呢個年紀，學識收心，唔好再為咗嗰啲所謂嘅人面去委屈自己。以前人哋揾你幫忙，你唔好意思拒絕，硬住頭皮都要做。但而家你要量力而為，幫到係情分，幫唔到係本分，你要保護好你自己嘅能量場。孟子話：人有不為也，以後可以有為。你將嗰啲唔應該做、唔想做嘅嘢拒絕咗，先有時間去做。你真正想做、應該做嘅嘢，唔好驚得罪人。如果一個人因為你唔幫佢就同你翻臉，咁呢個人從來都冇真心。當你係朋友，你要將你嘅好，嗰啲識得珍惜你嘅人，到咗晚年，你要為自己而活，唔係為人哋嘅眼光而活。將嗰啲唔必要嘅心理負擔通通揼晒佢，你會發現成個人輕盈好多。講咗咁多，各位可能想問，呢5個準備邊一個最重要？其實呢5件事係環環相扣嘅，缺一不可。但係如果真係要排個先後，心係一切嘅根本。你個心穩啦，你個身、你嘅財、你嘅關係，你係情緒，自然就會穩。人生好似4季，春天係成長，夏天係奮鬥，秋天係收割期，冬天係休息。55歲到66歲，真正就係人生嘅秋天。秋天唔係結束，秋天係最美嘅季節。呢個時候嘅你，有幾十年積累落嚟嘅智慧，有睇透世事嘅眼光，只要你肯放下嗰啲沉重嘅包袱，你就可以好好咁品味生命嘅味道，學識感恩。感恩每日見到嘅陽光，一餐飯，感恩仲可以陪喺身邊嘅人，學識寬恕，寬恕嗰啲傷害過你嘅人，亦都寬恕以前做錯過事嘅，自己同自己和解，接納自己嘅平凡，接納自己嘅扭曲。呢種心境先係最高境界嘅自在。人生活到最後，真正屬於你嘅，唔係你賺咗幾多錢，唔係你有幾大層樓，而係嗰啲你真正感受過、體驗過嘅美好時刻，係嗰杯熱茶嘅溫度，係嗰陣微風嘅清爽，係同老伴對視嗰陣嘅溫情。呢10年係你重新定義生命嘅10年，唔好等到嚟唔切嘅時候先嚟後悔。由今日開始，好好咁對待自己，好好咁過。每一日記住，你已經為咗人哋活咗大半世啦，下半場係時候為咗你自己，好好咁活一次。每一位老友記都能夠喺呢個黃金10年入面，收得一粒平常心，活出一個最清醒、最自在嘅自己。
下半場先係真正精彩嘅開始。謝謝大家。